從我哋遇到耶穌之後呢，我哋嘅生命就會得到改變，而我哋喺生命入邊呢，都能夠依靠住上帝去走我哋嘅人生路，去得向呢真正嘅平安。自從認識咗神之後呢，我覺得自己做每樣嘢都比之前有更大嘅信心，因為我知道我靠嘅唔係淨係我自己咯，我知道神會係同我一齊走過嘅每一條道路。我信咗耶穌之後，我更加熱愛生命，亦都有正面嘅價值觀。咁我信咗耶穌之後呢，就揾翻自己嘅生存嘅價值同埋意義啦。耶穌咧令我有喜樂啦，同埋令我有信心啦，呢啲咧係我自己本身係冇嘅嘢嚟㗎，我覺得。我而家信咗耶穌都有正式信耶穌都有5年啦，我覺得我要好感謝神，因為係神咧令到我可以得到佢咁大嘅愛，亦都俾我生命裏面有智慧去做一個能夠愛其他人嘅人。咁我覺得我信咗主之後咧，咁人生更加有盼望啦。咁因為我深信咧上帝係會俾我一切我所擁有嘅。自從認識咗耶穌之後咧，我真係揾到自己生命入面最大嘅一份滿足感。而呢份滿足感咧，更加係叫到我喺自己嘅崗位上面啦，唔止係家庭上面，喺學習上面咧，我真係可以更加去努力。我覺得神嘅愛就令到我學識點樣去愛人，亦都令到我平時生活都好有喜樂。喺人生裏邊咧，實在有太過多問題、太過多困難嘅地方啦。但係咧，自從識咗耶穌之後咧，我發覺咧喺人生裏邊咧，雖然依然有好多嘅困難，但係咧神會陪我過。耶穌嘅愛咧令我主動關心人哋啦。喺我相信神之後，我覺得我自己喺性格方面，又或者其他方面，我覺得都有所改變。例如同啲家人相處，同朋友相處方面，平時我可能會即係喐少少就發嬲，而家可能唔會。過去1年咧，我就喺度尋找緊自己嘅，尋找人生嘅意義啦。咁我覺得我喺神裏面我尋找到啦。神令我咧揾到人生嘅方向同埋意義啦，等我知道咧原來呢啲人生嘅目標咧，即係唔係喺世界上面去揾翻嚟嘅。多謝天父。
咗可以藉着將生命嘅重擔交俾神去得到平安之外咧，耶穌更加講過：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其實人咧真係唔配受神嘅大愛，但係既然神咁無條件咁樣去為我哋呢一班唔值得去愛嘅人，所以我哋亦都唔可以白白咁枉費耶穌對人捨命接納你同我嘅大愛。